香港嘅朋友咧嚟到珠海咧，一定要了解珠海各個片區嘅價位嚇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哋喺港珠澳大橋呢邊過嚟啊，然後咧第一站嚟到我哋嘅人工島口岸。咁人工島口岸呢一個位置咧嚇，佢係冇住宅嘅，佢只有一個40年產權嘅公寓喺度賣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景觀都係非常之靚仔嘅。未來城咧雖然擁有港珠澳頭牌嘅呢個地段同埋海景啊，但係咧佢係40年產權嘅商辦類公寓啊。咁呢種房嘅話咧，喺二手房市場係唯一嘅缺點咧，就唔太流通。二手交易嘅時候咧，業主要交個稅費就好高，管理費6到7蚊左右，水電費咧亦都係商業嘅標準嚟交，所以咧居住呢種產品嘅話咧，生活成本係會高嘅。咁佢嘅實用率咧亦都只得70%左右，首期咧要俾50%。貸款嘅年限咧係10年，月供亦都會高嘅。除非你只考慮係居住同埋用嚟做高端會所接待，同埋咧想要辦公司啊、酒店啊、民宿呢種用途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呢種樓咧就唔太建議你去買。目前喺度賣緊嘅面積段咧有40平方到168平方、216平方嘅套間啦，同埋咧3房啦、4房啦嚇。咁啊，亦都係精裝現樓交付嘅嚇。咁啊，公寓咧，而家目前為止咧，佢個價格咧係15,000到18,000左右。好啦，咁我哋喺港珠澳大橋呢個人工島口岸再過嚟啊，呢邊咧就係我哋嘅拱北。拱北呢邊嘅話咧，新樓盤目前嚟講嘅話咧，有一個係西澳灣畔，同埋咧觀辰246。西澳灣畔呢個樓盤咧，雖然係步行幾百米咧就可以去到拱北同埋青茂關口，周邊生活啊、商業啊、交通配套都係成熟。缺點咧就係佢係期樓啊，27年嘅年底交樓啊，仲有咧就係3房嘅戶型，先得一個洗手間。咁如果咧係一家3口或以上嘅人居住喺裡面嘅話咧，早晨去洗手間嘅時候啊，就要排隊噶啦。仲有咧就係梯戶比多，2梯8戶。目前在售嘅咧就係35平方到49平方、64平方、74平方嘅套間1房，同埋咧3房嘅戶型。咁啊，全部嘅戶型咧都係內陽台嘅精裝交樓啊。咁好啦，講翻呢，我哋而家視頻喺度展示嘅呢，就係觀辰246呢個樓盤嘅樣板間。咁啊，觀辰246呢個樓盤呢，距離拱北關口呢係1.5公里，坐車2個巴士站到口岸。缺點呢，就係戶型亦都係內陽台嘅設計，梯戶比呢就係2梯6戶。優點呢，就係周邊嘅生活啊、商業啊、交通啊，佢個配套係非常之成熟。現樓咁啊，最值得講嘅呢，就係佢係豪華裝修交標嘅，佢個交樓標準有6000蚊1平方嘅豪華裝修。目前在售嘅話呢，係65平方嘅2房，同埋98平方嘅3房啊。目前嘅價位呢係28,500蚊起啊。咁呢，我哋嘅彭銳呢，彭銳喺呢個位置。咁視頻睇到呢個呢，就係彭銳嘅樓盤嚇，亦都係商業性質。除非呢，你只想要嗰種景觀啊同埋商業用途嘅，唔係嘅話呢，都冇必要入手噶啦。目前在售嘅面積段呢，係42平方到75平套間同埋1房1廳嘅戶型啦。咁視頻喺度展示嘅呢，就係大面積無敵光景嘅戶型。咁啊，有188平方到215平方同埋288平方嘅。仲有呢，就係690平方嘅2房到4房嘅呢一種光景嘅大戶型公寓。咁彭銳呢，佢呢邊嘅話呢，佢嘅價格呢係25,000蚊左右起啊。咁啊，再過些少呢，大家都好熟悉嘅，就嚟到我哋灣仔呢邊，即係過咗條橋過嚟灣仔呢度，有個雙銳長龍灣。灣仔呢邊嘅雙銳長龍灣呢，呢個樓盤係有豪宅嘅基因，但係冇豪宅嘅命啊！呢個樓盤主打嘅呢，就係家門口100米呢，直接上港珠澳大橋嘅上橋點啊，同埋呢，就係河景啊、山景啊呢個景觀房，豪華裝修交樓同埋現樓嚟嘅。咁啊，成個小區嘅配套呢，亦都係好精緻。缺點呢，就係咩呢？你行出街買個餸啊，都要開車去㗎啦。咁而家推出咗呢，就係10萬蚊首期即可以做業主啊！
剩低嘅首期咧可以分2年俾。目前在售嘅咧係97平方嘅3房、110平方嘅大3房、128平方嘅4房、143平方嘅4房啊。咁今期咧2Ling介紹珠海近關口嘅樓盤咧就介紹到呢度啦。我呢度咧整理咗一份珠海買樓攻略，大家咧對於關口嘅樓盤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點擊屏幕產品問我攞資料啦。